媽媽，你去邊度？去寄封信。夾俾邊個？呢2日我要飛上海，屋企辛苦你啦。媽咪，我今晚去同學屋企。親愛嘅小湯，我係30年後嘅你。我知道最近你好攰，每日都有好多事情等住你，好多人需要你。你好耐冇一個人好好陪過自己，但係呢幾日你可能會去一個地方，一個改變你一生嘅地方，亦都係從嗰度開始，先至有30年後嘅我。唔使急住揾答案，先慢落嚟。咖啡豆碎裂的声响中，香气渐渐弥漫。你會慢慢發現，真正需要改變嘅唔係生活，而係你面對生活嘅方式。媽咪，我又唔識做。唔識咪問同學咯。等陣先，我而家好忙，媽咪要做嘢啊。媽咪過嚟啦，我哋一齊試下，好冇？喂，老公，我過2日就返嚟㗎喇，你哋好嗎？屋企幾好，你唔使擔心。我同阿仔做緊功課，放心啦，我會安排好。你注意身體，返到嚟我沖茶俾你。生活未必會變得容易，
但你可以選擇用另一種方式去面對佢。希望未來你俾我多一個選擇。